乡亲们，今日呢分享一隻齋湯，全無肉的湯，都怪好食的哦。呢隻湯啊吼，就算有卡有乜嘅狗的都可以食哈。特別係秋天啊吼，怪乾燥的，怪容易吧屁股乾啊、喉嚨乾啊，怪容易咳咳的。啥食呢隻湯？我今買到隻蓮筋啊吼，排槍了以後呢，頭面的兩隻吼切了，我留到了一下薄的哈。因為蓮筋啊，佢青嘅啲麻呀，軟麻嘅啲嘢肥嘅，千兩唔好買到吧？呀，佢燉可來其實會有奶，老闆以為有蓮筋小粉的，一塊才小粉。湯啊，相當於保存味啲呢，蓮筋啊可以拿推裝的，หั่爛啲，咁樣個容易出味啲。就老公啱得煲就係我盤嘅係，後背盤下佢。今日煲湯呢，除非冇肉，乜都要下。呢度淮山、胡蘿蔔、豆豉，還有全嗰啲腰果。然後呢，可以放一把我等於呢一種蓮子，一種蓮子呢，細呀，啱冇睇過好衰吧？你知為什麼嗎？常常都係得人都食喲，小朋友也怪喜歡食喲。來煲湯呢，用滾水呢，就快哈。呢個湯呢，我等於保存味來就好食咧。呢個湯呢，先睇火等佢煲滾來，滾嚟把佢調最細火，煲佢10分鐘。等下個蓮筋呢個煲麵呢，就好食咧，炸都冇啲靚嘅喲。幾隻蓮子呢，係我哋湖南嘅蓮子，每日啊，呢隻季節好，我都會買骨多進來煲湯、煲水、煲糖水。啲蓮子啊，係全部係一種冇水味嘅，不粉嘅，意思吧？好嘅蓮子呢，係唔是提前煎，佢都煲嘅麵嘅一種，打開都不香啊，清香味。因為你買一斤啊，佢都係會有一種防塵防潮嘅一種國嘅品態㗎。意思吧？防蛀蟲啊，相當方便。咁樣更加好儲存咯。像我們見到水木啊變來變去嘅，其實蓮子呢就十分好，因為佢拍曬東西，你買的人呢肥，懂嗎？哇，好清香的蓮子啊！啊，我受推薦呢，但 A 站呢係我哋冇加長皮嘅哈。哇呀，你煲嗆料嘅湯就煲好嘅哦，放鹽就可以哈。可以就食料都可以啊。本來今日主打就是料嘅啊。買季節就是買東西吧，老闆，你辛苦了啊，喝多點湯好不好？那湯啊，明明就唔能放肉啊，看下有油飯嘛，靚嘛？哇，切青吃，全部都係新鮮食材，其實很讚哦。而且咁多懶人版本嘅齋湯，食人哋會舒服啲哦。哇，十分香，冇讓人爭一上噻。跟我拍試用。蓮子實係很粉，係，呢個也是很粉，腰果很粉，都個粉反正啊個粉，蓮筋我啦，蓮筋就唔粉，更加偏嘅，我老闆錯了哈，我買到粉蓮的，係，粉蓮都好食，少量溫些老闆認為食鹽呢，秋天按講呢呀，真係喎，我平時我食湯啊，唔食湯渣咩？湯渣我唔愛啊，但係煲晏咗個湯，湯渣全部是有銀粉嘅好食，就同我嗌啲人客家人，我買到銀粉嘅蓮筋，我煲蓮筋湯，食蓮筋一樣，也最大意思，只不過佢料呀真係好食。